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过去农村社会，东尾家家户户人做粿。俗语话咧讲，要食粿就家己炊，要食肉就家己煨。总是伫咧古早传统社会，粿要做了会好，做了会歹。讲起来吼，功夫精差原来真济。你想讲有一句俗语话咧讲无工做细粿，无茶讲大火。已经无用无工啊，啥物叫你搁做细粿？迄工序加倍复杂呢。已经咧无茶讲大火落去，当然茶就一直落啊。连咪嘛，听甲茶空味尽无半项，所以无茶啥物要搁讲大火，这正就是汉文咧讲自找麻烦啦。已经吼顶礼拜你就闪着啊，人咧搬动你也对咧搬，莫怪闪到第二摆。这正民间的俗语，都是安尼应用，毋是国政安尼骗的哦。啊，讲着做粿，咱嘛知内底吼有的粿爱包鸭，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咧讲做粿无包鸭。简单讲啦，加落你就知影讲内底空的拍，毋是讲内底真正无半项。俗语话咧比拼，毋是咧讲做粿的代志，是咧讲人生的代志。咧比拼讲到汉文所讲的虚有其表，啊，就无影亲像表面看起来遐尼金骨，遐尼好食款，无影亲像表面看起来遐尼有内涵。即个人都无实力，安尼叫做做粿无包鸭。啊，搁另外一款，原来介趣味。另外一句俗语话讲吼。迄红菇粿，我知啦，红菇粿甜啊，内底一定包豆沙啊，啊无包红豆啊，毋是啦，红菇包咸菜，同款啦。外口看起来金金骨骨，结果加落才知影，内底都毋是安尼生哩。所以，敢若做粿俗语应用几落款哦。啊，搁有另外一句，原来真艺术。咱知影讲传统农村社会，共庄的大家拢嘛亲情，对庄头听我捌去到庄尾，不比即马讲住共公务处。顶个楼你就无烧捌啦，住对面的有诶无烧借问诶，所以较早诶俗语讲做粿袂暗人诶喙，就是面目焦焦，大家目睭金酷酷咧看。你若做啥物讲受人议论诶代志，若做啥物款偷来暗去诶代志，做粿袂暗人诶喙，你要共买收，原来当人袂调哦，国政啊！农村社会敢若做一个粿俗语话遮济，无毋对。虽然这俗语话。现代已经有诶少年家听较无，因为咱都无家家户户拢做粿啊嘛。毋过伊比拼，伊引用出来意思，也是真值得咱继续来流传落去。